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贤爱妈妈。为月初到达，新闻拢咧讲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啊，遮个大公司甲大头家，台湾半导体积体电路的发展，我足早就准备要讲。不过我一直拢认为讲，听友对即个题目无啥兴趣，就等伫边啊。即马我趁台湾的股票甲新闻拢抑阁作烧落的时阵，简单来讲，是安怎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晶片拢伫台湾生产。要讲故事进前，我先简单来讲半导体这个材料。伊特殊的所在，就是会当过电，甲袂当过电是会当变化的。一般的材料是会过电，像金属、铜、铁这款物件；也无就是拢袂过电的，像玻璃、塑胶，会互做半导体，就是一半一半。会当透过电压的变化来改变这个材料是会当过电也是袂使。这个特性互半导体变做是电子产品上重要的物件。咱即阵生活中咧用的，为手机啊、电脑到电动车，差不多是拢总着爱有。半导体有无共款的元件，制造的原理是拢差不多。虽然有当时会听到光电产业，这嘛是一种。毋过目前上侪是积体电路，嘛或者 IC。大家时常听到的晶片，就是一款积体电路，就是用半导体材料做一片薄薄啊真细块的薄片，伊顶面有足侪电路甲元件。伫半导体的制造过程，头起先是上麻烦的。从头爱先做出一片，也是一块晶圆，晶圆顶面则个做足侪块晶片。要生产一块空白晶圆，若紧爱几若10工，若较久的就爱100工。这个过程有足侪道手续，足复杂的，而且佫爱伫一个足特殊、足清气的环境才制造会出来。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出现，甲早期1960年代外国公司来到高雄加工区设工厂是有关系的。伫迄时阵，美商通用仪器、德州仪器、飞利浦，因来台湾就做积体电路的包装甲试验。伫规个半导体产业有分设计、制造、封装甲测试、测验。这是大部分，所以遮个外国公司是利用台湾真俗的人工来做这个过程内底上简单的部分。不过遮个外国工厂嘛，互台湾看到开发甲制造电子产品的重要。过无几冬，交通大学就做出台湾的第一片晶圆。迄时一直到1970年代，台湾拄好也拄着政治的威胁。嘛拄好拄着世界石油的危机，迄时政府开始注意遮电子工业。行政院长孙运璇伊就去找伫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上班的潘文嫣。潘文嫣认为台湾就要发展积体电路做 IC。伊当阵讲的就是讲，若做无成。这个研究开发对台湾的电子业一定是有帮助的。要若做会成，就会互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厉害，这对台湾的经济会有真大的贡献。这件代志就安尼开始啊。潘文嫣就为美国回来到台湾，政府就先设一间工业技术研究院来研究。要有这个高端的技术，因就伫1976年的时阵。甲即间美国无线电公司签约，互因甲积体电路的技术转互台湾。也嘛因为这是一项真复杂的技术，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先派人去到美国受训。因第一批派出去的13个人，后来拢变做台湾即马伫这产业内底足重要的人物。
政府也阁摕4.8千900万起一间积体电路的示范工厂。1977年，这间示范工厂就做出3寸的晶圆，而且表现阁袂歹，良品数的比例是比伫美国阁较好。本地迄当阵，这间美国无线电公司，伊就想要甲这间工厂买落来。经济部嘛想讲，会当趁到钱有够啊，就会使甲卖掉啊。毋过迄当阵，工业技术研究院内底专家拢坚持，台湾就要有家己的积体电路产业，因为共迄个时阵，台湾的电子甲电脑公司开始出来，这个电脑未来一定需要更较侪的晶片。头起先互这间示范工厂趁钱的是上简单的电子产品，像讲过去咱若收到卡片，很快就音乐走出来，也是一寡囡仔的佚佗物仔，电子表，这个物件迄当阵出口量拢足大的。像台湾迄当阵是世界第3大电子表仔的出口国家。所以，这间政府开的工厂，一定大是接袂了。只不过，工业技术研究院伊也毋是要趁钱的机构，无法度像一般的公司大量去生产。也阁因为这间工厂生意足无用，所以研究机构内底的研究颠倒转变愈来愈慢。所以，迄当阵想到的，政府要做的，就是研究院继续做研究就好。负责制造的这部分，这间工厂就要分出去，变做一间独立的公司，安尼就会使去大量生产，去赚较侪钱啊。毋过迄当阵政府要卖互私人公司，无人要接，因为得要投资足侪钱，而且未来的发展会安怎也无确定。后来成立联华电子公司，联电是政府家己摕钱，抑阁半强迫民间的企业都要来投资。才有这间公司，研究院因就甲因开发出来的产品甲技术，拢转互联电，佮派人去教因的员工。1908年，联电正式成立，伊是台湾第一间上市的半导体公司。迄时因看到是美国的电话市场，所以因生产电话用的 IC 就占美国市场的75%啊。讲到这，大家一定甲我相共有足侪疑问。一个是1970年代的台湾也无遐尼好业，政府就做一摆会当摕遮尼侪亿出来投资，这风险毋是足悬的，怕有可能。讲实在是，若是即摆国会一定袂通过，迄当阵反对的人嘛足侪，毋过行政院长讲要做，就真正落做啊，嘛好佳哉有成功。也阁有另外一点，就是政府投资遐尼侪钱，结果落尾技术甲工厂拢总让互民间的私人公司，这嘛讲袂过，法律上嘛袂使，所以尾仔的方式是因阁去起另外一间工厂，互联电。这个决定，即马听起来是真奇妙，因为咱已经毋是伫过去迄款威权的社会。毋过无论安怎，这件代志就成功啊！所以到1987年改严迄当，因阁去请张忠谋回来台湾成立台积电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张忠谋伊想到台湾会当做的工课，就是代工生产制造。较拄有讲到，这积体电路的生产过程是为设计到上落尾封装试验分做4部分。迄时大部分的公司是完全拢总家己包。张忠谋伊想讲，台湾迄当阵若要甲美国、甲日本拼 IC 设计是有困难的。毋过台湾会当做代工，因为要做晶圆，也是要做晶片，这是拢足复杂的技术啊。台湾会当用更较低的成本做出更较好的产品出来，安尼遐大公司就会来定做。这伫迄当阵是一个真新的商业模式，无人安尼做，所以拢找无人投资。落尾嘛是政府出面去估价，已经伫台湾的 Philips， 也阁有一寡已经伫趁钱的大间公司企业家，像王永庆因，大家来投资，台积电才成立。
头期先是政府的国家发展基金占一半的股份，飞利浦占1/4搁较低，剩的无到1/4，就是台湾的民间公司。台湾半导体产业会当成功，新竹科学园区的出现嘛足重要的。会经伫新竹，一个是因为交通大学伫遐，因内底有台湾第一间半导体实验室，真侪人才都是遐培养出来。第二个搁较重要的，就是有电有水。科学园区若互所有相关的企业拢设伫迄内底。园区伫1980年代就设一间新竹园区实验中学，这是专门为着要互这位国外转来的工程师的囡仔会当读册的一间双语学校。迄当阵因都有想着讲，园区内底一定要有大的宿舍，要有病院，要有学校，遮的人才才愿意转来，才留会牢。园区内底也阁有一个同业工会，就是一个公司组成的工会，会负责提供财务、媒体、公关、法律的服务。这个工会嘛会代表园区去甲政府协调，出面去处理水电的问题，也是劳工的问题。科学园区也阁有一般社区无的保警制度来保护因遐的产品甲技术的安全。台湾是为1970年代敢若有3间大学有电机系，2018年的时阵已经有60间大学内底拢有电机。全台湾读电机甲电子的学生加起来占所有科系的13%。因啥哪有遮尔侪学生？一部分当然是这系读了会当较好找到工课。毋过嘛是因为教育部提供袂少资源，互学校会当互因招搁较侪学生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也搁继续在发展，学生有缘是无够，所以这几冬台积电也搁甲真侪间大学合作开半导体学院，另外吸学生。台湾遮的科技公司也搁有一部对这个产业发展是足有帮助的，而且是台湾才有的制度。就是分股票互员工，应该互员工的薪水甲换做公司的股票。这个方式互员工毋是完全是辛劳，因嘛会较关心公司敢有咧趁钱。上大的作用是，这间公司会当毋免一边有遮尔侪资金，就会当请到搁较侪人。过去联电也搁甲这个制度直接写伫因公司的章程内底。一直到2008年的时阵，政府禁止这款做法，才无公司搁发股票互员工。2000年以后，半导体产业就已经是台湾全部制造业内底上大的产业。台湾的晶圆代工变做世界第一。毋过政府要对一个产业要有影响，就愈来愈困难啊。像讲迄当阵嘛，真侪工厂开始要搬去中国生产。政府足歹甲因动落来，也是科学园区是愈起愈侪，环境的评估足歹做，嘛足恶讲拢无问题，而且社会嘛开始一直咧讨论，全台湾敢有必要设遮尔侪的科学园区？政府带头来发展一个产业，积体电路算是一个奇迹，人才技术、国际市场甲台湾的环境。大项拢配合了拄啊好，才会成功。其实这是较特殊的例，全世界失败的例足侪，台湾嘛是有。就像真侪人也会记得两兆双星，就是 DRAM 显示器、数位网络甲生物科技。这四个产业，政府伫2002年开始投资辅导发展，却无法度发展起来。即马政府要带领一个产业已经变搁较困难啊，毋过嘛毋是政府拢卖管就上好。国际趋势是愈来愈侪国家有家己的产业政策，这个政策有时也毋是孤一个国家家己定的，是一寡国家联合起来定产业甲经济政策。像即马看会到的中美贸易内底都有足侪规定。这款对产业有影响的政策，全世界是哪来哪济，而且伫别个国家的规定会影响到台湾的公司，
台湾的企业。政府要安怎透过政策来帮助家己的产业也是真重要。今日节目有较长，就感谢大家的收听。若有人也未收到电子报，请写批来甲我讲。也若也未订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人会当订阅。我是现代妈妈，大家再会。